梁子穎議員，主席，我發言係支持根據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動議嘅擬議決議案，檢討破產欠薪保障基金之下嘅遣散費特惠款項嘅保障範圍嘅議題呢，曾經喺2024年12月16日嘅人力事務委員會上邊呢係進行討論，主要係政府當局交代同埋匯報呢檢討嘅結果同埋調整嘅建議。類似嘅調整呢，曾經喺2022年嘅6月16日嘅立法會係通過決議。調升嘅建議嘅款額上限，相關修訂呢亦都喺2022年6月17號嘅生效。經過上次嘅修訂之後呢，申請個案嘅情況呢有4樣嘅，包括欠薪呢由36000調升到8萬，全數覆蓋率呢就由66%調升到係90%，代通知金呢由22,500蚊調升到45,000蚊，全數嘅覆蓋率呢就由68%調升到係90%，遣散費呢由首5萬蚊同埋餘額一半調升到去首10萬蚊同埋餘額一半，全數覆蓋率咧就由57%係升到78%，同埋咧未放年假薪酬或者同埋係未放法定假日嘅薪酬咧，由原本嘅10,500蚊咧調升到26,000咧，全數覆蓋率咧就由74%調升到係93%。當中咧只有遣散費嘅全數覆蓋率咧係只係達到咧78%，未及其餘3個項目嘅全數覆蓋率咧係達到90%。我要感謝特區政府理解社會係關注因應實施取消強積金公積金制度之下嘅使用僱主嘅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部分僱主可能無力係支付遣散費俾僱員。特區政府同意再檢討基金遣散費特惠款項嘅保障範圍，去年就探討調升遣散費嘅特惠款項上限。做到係加強保障喺取消對沖機制之後受企業倒閉影響嘅僱員嘅權益。呢次檢討亦都係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其中一項嘅政策措施。檢討之後嘅建議就係調升基金遣散費款項目嘅款額上限，由首10萬蚊同埋餘額一半係調升到首20萬同埋餘額一半。呢個建議原因就係如果引用2023年至到2024年度基金接獲嘅申請個案資料相關嘅全數覆蓋率就會下降到係63%，即係減少咗15%。受影響嘅員工進一步係增加，亦都降低咗受保障嘅範圍。如果將遣散費呢個首部分嘅上限調升到20萬相關嘅全數覆蓋率，如果根據2023年至到2024年度基金接獲嘅申請個案嘅資料將會係升到86%，即係升咗8%。政府亦都估計相關嘅支出亦都會係每年係2370萬。政府亦都預測到現時經濟嘅狀況同埋經濟衰退之下基金每年可以錄得嘅年度盈餘，咁所以其實都係可以支撐到呢個咁樣嘅建議嘅。基金亦都只會喺經濟危機嘅狀況之下先會錄得係虧損。勞工處其實已經喺2024年11月嘅28日係向勞工顧問委員會進行諮詢，與會嘅僱主代表同埋僱員代表嘅委員都係支持呢項嘅建議嘅。我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同事都支持議案，讓到更多受影響嘅僱員可以獲得更好嘅保障。主席，由於破產欠薪保障條例同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係息息相關，亦都與係今年嚟緊5月1號取消強積金對沖有密切嘅關係，我希望可以再補充多一點。我留意到勞工處透過勞工處嘅網頁發放咗僱傭條例同埋最低工資條例嘅網上展覽資訊，增加公眾係對僱傭權益同埋福利嘅認識。展期就由3月19號嘅上晝9點去到3月21日嘅下晝6點。網上展覽係整合咗勞工處實體嘅展覽內容，介紹咗係僱傭條例同埋最低工資條例嘅主要條文、外籍家庭傭工嘅僱傭權益同埋福利，以及良好人士嘅管理措施。當中有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嘅資訊，我希望僱主唔好喺5月1號之前係解僱員工或者更改合約，因為咁樣做法僱主係唔能夠向政府申請資助，分擔僱主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轉制之後嘅部分支出。政府其實會向僱主提供為期25年嘅資助。僱主唔明白嘅可以聯絡勞工處、聯絡勞工聯會都可以，已經有僱主係揾我啦。千祈唔好衝動，按兵不動不變係最好嘅。主席，我謹此陳辭。